无爱你啊，当然袂当这么在乎。不过咱咧颠倒，你离袂开我。陈曼娟，你今晚敢知影我向阮陪痛苦？你真有够点，我一定甲你直接假死。 那了，我才完全失去你。主任，你还对人家什么？回去，回去！主任，来，请坐啊。我不要紧啦，已经对他来。 唔好出代志啊！我已经无爱你啊，当然袂当这么在乎。不过咱咧颠倒，你离袂开我。陈曼娟。 你今晚敢知影我向阮陪痛苦？你真有够点，我一定甲你直接假死。 这就是我对不起金西们，我爱你，这个绝对没改变。我拜托你心情好不好？曼娟，我以后绝对没犯错。用心看过，我用泪来照见。 绝对没有犯错。同学，你看我刚刚你讲这个话伤慢啊。当初我就话你讲有想要结婚，你唔过你别听我的，你硬要安尼做。 我当作是一回事，哎，我什么都唔是，但是我真正是一句话讲，我对自己的小三，你千万别安尼伤害我，我只是想要得到这份爱，这份完完全全属于我的爱。 这么困难，真的我永远丢不掉老人的心爱。你懂得我过一次都是你的。但是交代公司来做，我报警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讲我跟你做的拢无共款。为了爱情。 你拢在别人想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我自己就是啥，一改还回。总
我个屁！你好说，都要你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你家吧，梅姐，你开门了，家在什么？梅姐，我妈有你，梅姐，梅姐，梅姐，拜托你了，梅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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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李，这手机来看一下。我看到有声音，咱拢是妈跟妞妞出去游览，提早回来啊。唔对啊，妈若是提早回来，一定是打电话给我，若无到厝里，嘛会大声甲我叫啊。根本是他啦！报警！真正无要紧啊！啊，电脑是你，我有受伤无？我觉得有你，若讲我真正唔知要安怎。阿姐，阿姐，你先阿姐。跟妞妞嘞？妈跟妞妞去盐佚佗。对啦。这么暗啊，你哪会找我？无啦，我都拄加班煞啦，想讲买一块宵夜来互恁食。看到你门无关好，想回到是对吵啦的。你哪一直扫？我可能去病好啊，我真正无想到看到我这边人出代志诶。无要紧啦，莫浪费医疗资源。我家己转去，我一寡药仔就会用的啦。即摆无代志吼，无先来转。毋过，你搁会惊什么？无安尼啦，我留落去遮，我过门，你入去房间困啦。袂啦，哪会当互你过门？我看我去到表姐遐好啦。毋过时间遮尔暗嘛，你去叫了就方院长嘞。